Hello，大家好，我中意電信代理佐敦張。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就歡迎邊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者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大家介紹嘅係雲海一間特色獨立屋，實用面積有2190尺，我一齊睇睇個單位啊！獨立屋擁有自己2個嘅車位，一落車就已經地下大門，從樓梯上客廳部分，從單位嘅地面入口入嚟，經過3道嘅大門，就可以見到個相當寬闊嘅客飯廳，長度達到35尺，闊度亦有20尺，擁有特高樓底，氣派十足。我先睇飯廳嘅部分，中間位置放張大圓台，10個人、8個人食飯都冇問題。左手邊亦可以放一大組嘅飾物櫃、儲物櫃等等。單位客廳部分都方正實用，整個闊度達到20尺。兩邊有落地大玻璃窗，採光度相當充足。一邊可以擺大型嘅投射電視櫃，一邊就可以放張特長嘅大梳化。我出去睇睇外邊花園。單位地面設有個小花園，可以望到屋苑嘅遠景以及鄰近樓景。旁邊有位置可以通返出去大門部分。飯廳側邊就設有一個客人洗手間，平時方便客人使用。廚房就喺飯廳嘅旁邊，設有特大雪櫃、焗爐、紅酒櫃、全新嘅煮食爐具，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側邊就連接住一個工人房，特高樓底，旁邊亦有佢嘅浴室部分。從單位嘅內置樓梯上嚟就係睡房區。我先睇睇主人房，主人房相當闊落，連接住大玻璃窗同露台，一邊可以擺放大型衣櫃、電視櫃，另一邊就可以放床。從露台望出嚟景觀，亦都係以屋苑嘅遠景、鄰近樓景為主。呢邊坐向就向西南嘅。跟住睇睇主人浴室部分，主人浴室都係以原裝膠樓配備，企缸浴缸分開位置，配備通風窗、大型浴室櫃以及雙星本設計，闊落實用。跟住睇睇另一間客房。客房設計都好方正，放完大床有足夠空間放衣櫃、梳妝台等等。從房間望出去就係以屋苑嘅別墅景為主，呢邊坐向就向東北嘅。跟住睇埋另一個套房，入門嘅右手邊就係浴室位置，同樣係以發展商嘅原裝膠樓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。浴室寶旁邊亦設有企缸部分。套房嘅睡房位置亦都闊落實用，有個曲尺型嘅大玻璃窗，放完大床可以3邊落床。望出嚟景觀亦都係以屋苑嘅別墅遠景為主，坐向都係東北嘅。最後嚟到天台部分，天台有足夠地方，可以平時招呼朋友 BBQ， 又或者做一個戶外嘅健身區、花園，景觀相當開揚，環境亦相當寧靜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歡迎邊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